开我！夫人，您的脖子……啊，我的脖子怎么了？出了何事？王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夜之间，臣妾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是恶疾，快，立刻封宫，带相妃出宫避疾。是，带走。不会的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，王后，王后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。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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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亲！求求你们了，别送我出宫！求求你们了，别送我出宫，放我出去！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我家，我叫魏家。有人让我照顾你。你照顾我？我的侍从呢？侍女呢？嗨，还有什么侍从侍女啊？有我魏家照顾你，保准伺候的你美美的。你别过来！不要！我是大王的妃子，你要是敢冒犯我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我魏家是烂命一条，要不要的无关紧要，只要能和你风流快活，千刀万剐我都愿意。来，我跳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有恶疾的人，有恶疾的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上树了呀，当心摔下来。树上多好啊，看得又远又凉快。出国700年，哪有一个上树的公主？公主为什么就不能上树？当公主就得傻呆呆地坐着，闷死了。什么话？小心一会儿又要挨板子。姑姑，你说宫里这么好，为什么小鸟都喜欢飞到宫墙外面去呢？外面天地大呀。所以当公主还不如一只小鸟。有什么好？好吧，你就在树上待着吧。蓉儿肚子饿了，奎姑要给蓉儿做好吃的点心去了。皇歇奉师屈恩之命前来拿取祭品，请厨娘相助。哎呦，你就是皇家的歇公子啊！我们这里的人呢，都听说过你的名字，说你年少聪颖，举目成诵。是屈夫子的得意弟子，皇歇愧不敢当。哟，瞧你这样子，彬彬有礼的，是个小君子。我跟你说啊，今日厨房正忙着给王后和舒公主做桂花糕，所以祭品还没有来得及做，你在这等一会儿吧。啊，有劳了。哎，怎么少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刚放了。你看，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。
这事儿你可马虎不得啊，闹不好咱俩都得挨板子。是，您多担待。奇怪，怎么又少了2个？真是怪事儿！我刚刚明明放的呀。我也看见了。不对，闹鬼，肯定有鬼。大白天的闹什么鬼啊？有贼！哎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小东西，大白天装神弄鬼的啊！我就不信我抓不住你！东西，过来！别碰坏了我的东西！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！小年纪就不学好！别推了我，过来！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！别跑，我就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呀！嘿，小贼！你才是小贼！这高本是我的东西，我这是自取。你什么意思？真是个呆子！宫里的东西都归大王，对不对？大王是我的父王，大王的东西要赐，会赐给谁？当然是赐给我了。所以宫里的东西也就是我的东西喽。说起来，你我从没见过面，却帮我，图什么？皇歇只是看不惯以大欺小。难怪厨娘叫你小君子。来，一儿赐你1块糕。君子不受嗟来之食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拿着啊。不过你只有1块哦，剩下的是要留给我弟弟米荣的。这糕真好吃。你说，你是公主？难道有假？倒也不是。大王的儿女很多，只是你的穿戴打扮也太破。实在是不太像，不像个公主。他们也是这样说的。谁？那些像公主的人呗。你等着。不像公主又怎么样？那些像公主的人，他们会吗？皇歇心服口服。行了，这个果子就送你了。哎，你这软鞭好灵巧，能让我看看吗？给。别人的软鞭呀，都抛不出石子，而你这软鞭真好，既能打远物，又能打近物，真稀罕。我在鞭子上啊加了个小兜兜。打近物时是鞭子，打远物时啊就是抛石索。记得呀，小时候有一首玉鞭歌：白马、玉鞭、金佩、银鞍。今日啊，才算真正的开了眼界。你要是欢喜，我教你怎么用软鞭吧。恭敬不如从命。看，鞭是一条绳，全靠缠得轻。拾鞭时要收回如虫，放出如龙。你试试。来，抡。哎呦，怎么老掉啊？熟能生巧，多练练你就会了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弟皇歇一拜。小君子，你有什么技艺可以教我吗？皇歇无能，但我有一个师傅，他可是天下第一，无所不能之人。真的？你若不信，等过几日我带你去见他。说话算数啊？当然算数。弟子皇歇拜见师傅。弟子芈月拜见师傅。你是谁？我何曾收过你这个弟子？我是芈月，我的娘亲是向妃。既然你是天下无所不能之人，自然就是芈月的师傅。好伶俐的小嘴呀，芈月。我知道了，
你就是当年宫中传说的那个小霸星。屈子说错了，月儿是月亮，不是星星。不管是星星还是月亮，都不是世间凡人。师傅，芈月想随弟子一起请师傅授业，不知师傅能否答应？不答应也得答应了。你没看见适才他都拜过师了。谢师傅。 4、5、6、7、8、9、嘿，你想吃蜜饵吗？ 10、想啊， 11、他们在玩投壶，正用蜜饵做赌注呢。你等着，我赢给你看。好。 15、我也要玩投壶。咱不跟他玩。哼，怕输，不敢跟我玩吧？谁怕输啊？你呀，就算让你玩，你也赢不了。那咱们试试。进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，蜜饵给我。谁说你赢了？我投进去，怎么不是赢了？你们有没有看见他投进去？说啊，你们谁看见他投进去了？我明明就是投进去了，你们看，这根还插在壶里了。你耍赖！你耍赖！耍赖怎么着？你这野孩子本就不配跟我们一起玩。你说谁是野孩子？你娘亲是陪嫁的应试，生了脏病被赶出宫，你没人管，不是野孩子是什么？你才是野孩子！你娘亲是汪汪乱叫的大野狗，你是汪汪乱叫的小野狗，你们野狗乱咬人。我娘亲生病，出宫避疾，总有一天要回来的。我母亲是齐国公主，大王的爱妃，你这个野蛮人竟敢打骂我，我去王后那儿告你！哼，明明是你耍赖在先，你还恶人先告状。妹妹，你怎么为那个野蛮人说话？同是姐妹，谁是野蛮人？你说话要当心。这个呢？这只羊啊，真聪明，真听话。来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看看。月儿，怎么搞的？衣服怎么又扯了？来，脱下来，姑姑帮你补补。整日里在外面野，哪还有个公主的样子？我们月儿也是委屈，都是别人招惹月儿的。没有娘亲管教的孩子，怎能知书达理？我不知书达理，我没有娘亲，那我娘亲去哪儿了？这个你别问我。那我问谁？都说她得了恶疾，出宫避疾去了，可是她在哪儿啊？乖月儿，别哭。姑姑，我好想我娘亲，难道我娘亲就不想我和弟弟吗？你娘亲啊，也想你们。那就带我去看看我娘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夫人，已经3年了，我哪能不知道？我也是天天数着日子，全都是命啊！走，我们到外面玩去。许娘娘。姑姑，你带我去见我娘亲好不好啊？月儿，